冠戰好快就會開始啦。身穿白色球衣嘅林大輝中學對住身穿深藍色球衣嘅福歐醫院陳佳紀念中學。同埋球證嘅雞聲亦都響起，代表呢一場比賽一觸即發。同埋男子組冠軍戰先由陳佳紀念中學發球。Let's the match begin。Out of bounds， 交換球權。我見到林大輝中學有6號、8號、23號，咪個鏟籃，爭少少搶到籃板補籃。Out of bounds。咁啊，另一邊廂場區咧，沙田重新同埋陳佳紀念中學暫時比分1比0。好啦，眨下男子組呢一邊咧，陳佳紀念中學入到1分1比0。好啦，自己突破鏟籃23號林大輝中學1比1，2分試投，可惜出界。Japan. If he meet me, he gon' bow. I got yen for your friends. If they pretty, bring them out. Going down the Madam Blue, pouring sake in their mouth. Told him put me on his plate, bring them chopsticks to the south. I get money, I'm a star. 好啦，個突破分球 keep 到自己搶分。好啦，繼續林大輝嘅球權，自己中路突破有冇？爭少少啊！嗱，最緊要隊友搶翻籃板 ，bingo！緊貼嘅防守，中距離絲頭有啊！脫抗射波，隊友搶翻15到位2分。嗱，見到林大輝呢一開段咧搶咗好多嘅進攻籃板啊！呢個走步為例，交換球權嚟到陳佳紀念中學。男子組冠軍戰比分2比2啊，女子組嗰邊亦都係比分2比2。Long two step back， 爭少少，林大輝搶翻籃板，傳到45度自己踩入去，2個握住，一個控晒籃底 ，bingo！ 13號 ，nice shot。好啦，嚟到葫蘆頂，一個中 shot， 即刻入咗啊 ！Nice one， 比分6比2，一個插板嘅 T， 林大輝一個 nice spin， 搏到對手犯規啊！同埋見到罰球10釘，出埋2分線外，自己踩入去，分翻俾葫蘆頂隊友逼一逼，籃底空晒插板 bingo！ 林天凡嘅入球啊！哇，一個 nice pick 啊！籃底係有少少混戰，林大輝搶翻球權，40度位，同埋左手邊加速切入。搏到對手犯規，1球罰球。
下半時已經求3秒進攻為例，交換球權，陳家紀念中學球權，兩隊相差只有1分啊！加油啊！飛一飛自己嚟。好啦，見到陳家紀念中學緊密嘅防守，攞翻球權。哇！呢、個 nice pass 係一個勾手，可惜拍板唔入。咁啊，見到3兩球好急速嘅戰術啊！呢邊上咧，林大輝搏到犯規。咁啊，見到兩隊都作出調動啊！暫時陳佳紀念中學領先1分，6-5。Pass back to the outside for T. Okay. 佢嘅右邊嘅加速，再次幫到對手犯規啊！林大輝中學踏出罰球線，1球不及。Bingo，反之1分，7-6。中間有罰球，俾林大輝偷到。Acceleration on the right hand side, nice pass。賺少啊 ！Block down，好啦，繼續。嗱，見到兩隊咧都運用2分嘅策略啊。Transformation， 交入球權，睇翻中學球權。好啦，比分嚟到7-6，比賽上完2分40秒啊！傳到45度位，左邊嘅接優，2人夾擊底下咧，中學波唔緊要，隊友搶翻，可惜12秒進攻違例。陳家紀念中學球權，好啦，留意比賽時間上完2分17秒。Let's go jump shot, bingo！ 7-7打成平手啊！男子組嘅冠軍戰。大快中學對陳佳紀念中學一個窩球，咁啊比分嚟到7-7啊！時間上完1分50秒，相當之緊湊啊！另一邊廂女子組嘅冠軍戰呢，沙田崇真領先1分，暫時比數6-5啊！咁啊兩邊嘅戰況都非常之激烈，男仔搶到籃板。好啦，隊友去到2分線以外，呢球裁判示意出界。佢哋中學球權，落拳反框出翻嚟，林大輝嘅攻勢，中間自己插入去。男子組暫時比分仲係7-7平手。咁啊，另一邊廂女子組冠軍戰，沙田崇真以3分領先啊！女子組尚餘50秒，但係我哋想望下 B 場區啦，女子組嗰邊啊。咁啊，見到沙田崇真，好啦，中間嘅位置一個球，再1分啊！
好，男子組嘅比賽亦都繼續開始咗啦，比賽時間上要54.4秒啊！陳家紀念中學球權，好啦，見到緊貼嘅防守 ，Let's go boys！ 左邊個 pick 2分有冇？犯框，林大輝搶翻籃板，瞄一瞄籃先，自己踩埋入去，對手拍到搏到犯規。咪一球罰球嘅機會。It's good, leading by kickoff。大輝中學，好啦，邊走邊射插板有啊，追正1分嘅差距。好啦，比賽時間尚餘20秒啊，20秒，審數到林大輝啲球咧，好啦，哇，一個中間嘅偷接，最後16秒。好，球權依然落喺林大輝手上啊！12秒進攻為例，陳家紀念中學嘅球權。好啦，呢個時候咧有一個暫停時間啊！有 B 場區，沙田崇真依然以4分領先緊陳家紀念中學。好啦，男子組嘅暫停時間亦都結束啦。雙方球員再次回到場區，比賽時間尚餘5.3秒啊！陳家紀念中學球權，究竟可唔可以把握到呢5.3秒，反超前或者追成平手呢？好啦，一開波睇嚟想運用一個2分戰術，林大輝搶到個波，比賽結束啊！恭喜晒林大輝中學獲得今次全軍籃球運動沙田3人籃球賽嘅冠軍，男子組嘅冠軍。同一時間亦都恭喜晒林大輝。